選擇喜樂，使徒行傳16章25至26節。約在半夜，保羅和西拉祈禱歌頌神，囚犯們都側耳聽着。忽然發生了大地震，以致監牢的地基都搖動起來，所有的監門立刻開了，囚犯的鎖鏈都鬆了。身為基督徒，我哋嘅喜樂係唔應該取決於環境嘅。喜樂係由神而嚟嘅，唔應該俾外在環境所影響。唔好愚蠢咁樣任由其他人嘅行為同埋舉止嚟決定你嘅喜樂。真正嘅喜樂係唔理外在環境係點啦，確實知道神自己係住喺我哋嘅心裏面，同我哋相交。真嘅喜樂係清楚了解聖潔嘅神已經完全饒恕咗我哋嘅罪，甚至佢已經喺天上為我哋安排咗一個住處，等我哋能夠永遠同佢喺埋一齊。喺約翰福音14章3至4節嗰度，主話：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的地方，如果沒有，我怎麼會告訴你們？我去是要為你們預備地方呢？我若去為你們預備地方，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，好使我在那裏，你們也在那裏。你生活嘅環境並唔能夠改變呢啲真理嘅。保羅同埋西拉面對嘅係你所能夠想像到嘅最困難嘅環境。佢哋被誣告、被拘捕下監，佢哋被棍打，並且被上咗腳鐐，關喺監獄之中最黑暗、最寒冷嘅牢房裏面。但係佢哋仍然係拒絕俾可怖嘅環境去減少佢哋嘅喜樂。佢哋並冇因此而責怪神，俾呢啲事發生喺佢哋嘅身上。相反地，佢哋係讚美神嘅美善。喺黑暗嘅夜晚，佢哋禱告、唱詩、讚美神。神施行咗一個神蹟，佢哋嘅腳鎖都鬆開咗啦。但係最大嘅神蹟或者係聖靈，即使喺佢哋痛苦入監嘅時候，仍然係充滿佢哋嘅，令到佢哋嘅喜樂滿溢。唔好俾困難嘅事物抵消你做神兒女嘅喜悅，選擇俾聖靈以洋溢嘅喜樂嚟充滿你。對嗰啲睇你面對試煉嘅人嚟講，你嘅生命會係一個奇蹟。求聖靈幫助同埋堅固我哋嘅信心啦。阿門。